就要来感谢咱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你的热情甲着支持。Talk 秀台语这个节目吼，马上要来到咱台湾真侪城市，甲大家呢面对面来交流，用台语来互动来耍游戏、比创意。节目呢，若是要来找找第二季这练喙花歌手，更加希望咱所有的朋友大家来爱台语、讲台语，体会到台语的这个趣味、生活的智慧，以及呢一片迷人的水气。透过这个无同的世代，大家来参与，和这份珍贵的这个语言文化，继续来发展，代代来相传。嗨，欢迎收看《Talk 秀台语》专门练水会拍啦！哇，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到咱现场呢。哎，是啊，俺粉丝啊，粉条、粉粿啊，大家好，我是这个全球的巨星陈明贤。哦，明显足敢介绍的啦。哎呦，因为你知为什么叫全球巨星？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住伫这个小琉球，啊，规个小琉球就干我这个名称，所以我叫全球的巨星。嘛是可以，嘛是可以。但是咱今仔日来到这，唔是要来选歌手嘛？啊，是要唱歌哦？唱我来要唱啥？来看这足够练喙花的一寡选手。哦，哎，啊，不过因做到练喙花，啊，我是做到练小花尔呢。啊，你真好啊！你看迄个就是足够练小花个一个。这个是外高练的呢。今仔日呢有来第一季的这个选手吼，要来做伙做交流啦。我马甲大家好啊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后四个人的福禄寿喜就对了。是，啊，首先呢来到现场的是伟调，啊，个有咱的这边李长阿雄啊，不对诶，欢迎四位啊，咱这个评审长孙哥。各位亲爱朋友大家好，第一季有看阮节目有请举手。哎呦，真老实，唔够老实。你穿淡仔色的吼，还是要来看阿贤的啦。今日来看阿贤的请举手。哦，安尼就知影讲后摆吼，这个主持人爱发什么人来？好表现！哎，大家加油哈！加油！啊，伫咱的过程当中，当然啦，咱若是有一寡台语袂晓讲，讲袂练转，讲无标准的，讲无标准，讲袂水气的。是，咱有咱的台语国文老师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讲台语，大家拢欢喜。欢喜。啊，一开始哦，大家较轻松的。哦，较轻松的。咱看第一季的这个选手吼，大家来耍一寡较轻松的游戏，好不好？好。画出一出戏，10队派出4个选手，由评审长来抽题目，前3个选手照顺序画图，每个人限时30秒，上尾迄个选手才根据图来摇弹，拢总战3回合，胜赢2回合的迄队就赢咯。我两赢有啥物鼓励无？咱平心包这我上牌啊呢！抢劫咱3个一人一包。我摕了关系。你出歌大家都安尼。嘿啊，爱收拢袂面袂红呢。嘿，我想讲拢红包尔，我拢想了做习惯啦，连讲若看好地客啦，吼，啊是观众嘛是袂歹安尼啦。你念要牵金啊，牵袂了。你牵着我嘛是摕互伊。安尼我了解啊。开始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好。安尼好，啊，咱因为分两队嘛。对。伟哲甲阿雄啊，同你一队。好。哎，啊，这对面甲不敌位，看我一队。不敌位好。好，即摆呢，梦想我准备来抽这个题目吼，麻烦你写过。等我注意哦，伊后壁唔到这个目睭诶。等下看到拢袂使讲吼。好。哦，爱画车哦。哎呀，现在是咧学安怎啦？好，计时开始。哇，开始啊！哦，加油！哒啦，哎呦，你讲话呢？哦，这个有练过呢。以为那个一间保险公司的。伊这有甲国外的这个风情文化画出来哦。3、2、1，好，时间到，换人啊！你莫头就正头啦。苦嘞！你第一张来录影哦。对，我较紧的，安尼哦，还有时间，你慢慢来。菜刀爱画出来，你的菜刀，啊，你个刀啊，甲签啊无画啦。那你莫甲教你都对啊你啊。
好，时间到。哦，这个明显请外头来小研究一下哈。看40秒。你看到重点无？你自由女神哦，还是？哎呦，你也看。别话。没哇，自由女神头前有人压菜刀是什么情况？重点吼，就是迄个菜刀啦。啊，我知啊，什么？赢妈祖。啊？赢妈祖嘛算对，妈祖了安尼算对。啊，你为着看出来歹势啊。我本来想，过来这个人呢自由女神，但是我有看到这两支，你我生，你话是对。你两支就灵体之类的。哎，妈祖较有的啦。啊头前这个举菜刀，这菜刀是什么人画？我听头旗哦，头前生这菜刀。安尼恭喜，安尼换队，哎呦，安尼换队啊。宣告，咱妈祖绕境最重要，我简单教10秒钟。好，来，请讲。咱这妈祖绕境主要吼，伊就是出去有2个目的。第一个要互大家稳装平安，啊，第二个就是要去转去因外头厝。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迄是灵旗嘛，吼，上行伫上头前的叫做报马啊，啊，每一个报马啊拢有伊的意思。啊，总共一句妈祖，就是咱台湾除了土地公上济庙以外，咱妈祖大家拢诚信，安尼吼，好，多谢。好，安尼恭喜你，啊，咱的明显红包起来，红包起来。不会啦，啊，不会啦，我这平常的爱3件啦，爱3件的哦。哎，这终于派来，真的。开始的。好，换队。哎，好，即摆换队了后呢，准备要来换新的题目哈。来，计时开始。来，哒啦。哇，这是这个袂咸两个啊，数中题啊。来哦，啊，这是什么妖怪哈？这其中比如印度来3看都来考，我来看。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，来第2步来，不诋毁来，喂。不诋毁竟然叫伊，唔知为什么惊到。你现在那边阿雄，我过来，伊来看我输在你。非常的紧张，非常刺激。这是日本的石角啦。这个委外分析啊啦，你看迄头毛这尔悬哦，你看后壁迄大家拢破冰刷，你看。2、1，好，时间到。好，阿雄请我头。好来，我哋40秒时间来，计时开始。哦，哎，看有哦，这手尾嘛，手尾所以底下无啊嘛，对你去手银行的歹人对不对？态度，对不对？歹度哦。啊，这个啊，你甲看，委外分析，这头毛就像恁拄则咧讲的了，翘悬悬的无？对。你有捌看过一出艋舺无？哦，这出艋舺走出紧的，迄个有无？音速小猪啊！哦。2、来，今摆要讲正确的答案。好，头毛这样啊翘，挂一支目镜，伊手镜头啊比一个印，真相敢若一个尔。哦，这个为啥我是唔知啦，但是这位挂男先生，挂男，来，正确的答案。哦，这像喂，哎，我有一点怀疑，哎，你换过是有关录音了？但是我感觉伊的这个头毛画了足赞的，是，哎，有啊，这有型吧？迄个我是想是鸡腿，你会使看到镜头啊，你无简单。镜头啊，因为这伊的招牌动作。好，来换队。好，换队了后，如果是你哦，会使换啊？哎呀，啊，好啊，啊，你会晓画啊，无晓画？我袂使会晓画。好，你哦。我顺哥讲我头壳较好啦，我摇。他等下会较搞摇啦。好。哎，后壁拍拍摇一下。
来哦，这题真高水哦。哎呦，哦，这咁好诶。袂使讲话，袂使讲话。好来，第一步来开始，开始来。你今日是恭喜安尼哦。歹话啊，这真歹话啊。哇！这个是变魔术嘞。目睭的一般都是态度啦。5秒，3、2、1，时间到，来，威迪，来换你。来接落，尽量莫去砸到镜头吼。较有信心的，那么哈，啥？这你若又会着吼，真正就有心灵啊啦。我是拄食妈做饭。来，5秒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来，我过来，我你看40秒。这我知，无可能吧？我哪知，我就跟你说。你变魔术的哦，到20秒。摕一个冰淇淋，头前搁有一个米露，来，凊彩讲一下，无你目睭客用想的，用感应的好。我知啊，像柯浩顺。你看叶明话啊，那细细角角啊，好好顺是安尼话。啊无。够行的啦！又袂出来。你有没有有？差遐多换队，拍好。下面一题，来。真良心讲，这题有个糟蹋人。我来看这两个外后的。好，计时开始。这题我就好放心啦。嘿，人反正有做过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比，是啊，我相信你。但是哦，嘿，笑咖呢？要有特色。袂使讲话哦，袂使讲话哦。3、2、1，时间到，换人。哦。摸只球吼。哦。哎呦。2、1，时间到。恁老头仔问用天破，恁阿爸摕咧内底用讲着呀。你看破坏去。这真明显吼，真明显。来，阿雄，麻烦你，我过来。40秒，互你演去。这啥啊？这内底2点什么意思？迄外星人，外星人，安尼哦，嘿，开起来。这个人头毛真特殊，啊，这个哦，这国家的国旗有画出来哦。啊，这是啥？这画一半，一只鸟啊哟。这什么？ 我讲，这美国啊，这若美国特别要自由旅行，但是伊无画旅行啊。好，啊，过来，这个是什么人？这有2个人，伊这题是咧要2个人。这有2个人吗？你使跟我讲这无？这什么样用啦？啊？我给你3秒。这有。 时间到，这把刀这有答案无？啊，迄个美国唱歌鸟王迄个无？头毛有无？头毛你翘翘无？什么人跟什么人？
我马上回答有鸡及什么啦？我敢知影这个是鸟庆尔，迄个啥我唔知。各位亲爱朋友，正确答案。哦，啊，川普的头毛唔成呢？是啦，这个就是川普啦，这个火星。哦，我马上。国话是对。哇！好来，今麦个新的一题哦，关键的一题。哦，最后一个哦。我过。哦，你笑得用敢若稳掉诶。妈祖有保庇啦，这机会真大哦。这伤好哦。但是咱唔通对这个名言的迄个 IQ 哦有遐尼遐尼有信心啦。哎呦，好来，30秒计时开始。安尼哦。安尼就帅哦。有研究过。哦。其实哦，你的组织、甲你的想法、甲你的速度，爱真紧就甲迄个keyword 上重要的迄个重点爱甲处理出来。哦，搞哦。一时间到活人。哦。他们的队友就笑到安尼。哦。较用心啊话啊，我要红包哈。哦，安尼个有时间会通存出来。哦，足骄傲的。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你无重点啦，伊这无重点，伊无好用。来，明言，请你换过来。40秒计时开始。这我若搁摇袂出来吼，我爱退出歌单咯。哎呦，这位朋友，白云，我家己兄弟，嘿，有一天哦，伊感觉讲，我即摆影下个，渐渐在落行，我就来讲，你是当时爬过行，你是当时有离开歌单，你明明就是在你的迄个比赛中淘汰。哇！你知影我有过几关无？敢若是过一关尔。唔对，几关？一关拢无过。好来，这足简单的。什么？这人咧最近咧做流行的韩国有无？什么？什么游鱼啊游戏无？对不对？标准答案。嘿啦。现在台语叫老师教是。这袂当叫做鱿鱼。鱿鱼是规片啊，鱿鱼迄款，这是鱿鱼。人讲来对念一届，鱿鱼，赞100分。温柔的柔。温柔的柔。好来换一队。剩最后一题尔吼，来各位观众朋友，一个。知吼，好，真正惨啊！好，来30秒计时开始。林腾，我无他看。哦。因为这边哦，有真正有艺术的基础。我刚为了袂歹哦，那个声呢？对。3、2、1，时间到来，这个接给你。我你真厉害呢，用你性命力量为3条线。哎呦，这是种提示吼，但是要真注意。3、2、1，时间到停。麻烦呢，阿雄呢，请你回头看到这个黑帮啊白帮顶头。兔啊甲猫啊，才有5个人，5个人射3支标，3支火烧标。好来，这啥无啊？时间到，歹势吼，因为胜败就是差伫遮尔啦。差伫遮。来，这只口是谁家的哦？是安尼吗？
好，安尼好啦，安尼现在已经分出来了。是，来拍一个谱啊咧！哎，这两沙电火条哎，来，恭喜！所以有现在的选队员真重要啦。哎呦，嘿，选队员，后尾来看过来紧走哦。我当初就伊来甲我选的，而且你抽到高嘛，差伤济啊吧？但是因为这有去有去啦。唔对，我跟你讲，咱这幕吼一开始的时候，大家咧轻松一个，处理一个就好了嘛。真正按时哦，就看咱的。透透秀台语，双明连水会，谢谢。